呀，感谢主。咱来看一个今仔日咱的吟的几首歌，好无？102首，102首。哈利路亚，伊有个我。这是一个真水俄罗一开始大家来唱预备来。哈利路亚，伊有个我，咱的主出梦过去，伊太阳是神的关系，比赛无限多欢喜。哈利路亚，伊有个我，永远我拢无可惜。哈利路亚，伊有个我，永远我拢无可惜。哈利路亚，伊有个我。咱的主出梦过去，以太赢死死的关系，吼、来，咱过来看90，100，迄个88首，88首，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还是你已经早就逃走了？来，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耶稣，予我真着行，着行，着行。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这个讲着受定。咱即马跳去第5站，好无？第5站，主出梦搁我，你有伫遐无？来，这速度爱真紧，因为主已经搁我，逐个人开始活当心伫咧做保养的工。主 ，OK， 第5站速度转换后，预备来。主出梦搁我，你有伫遐无？主出梦搁我，你有伫遐无 ？OK， 来，咱过来看97首，97首。救主伫坟墓内，耶稣我救主。这是咱最后的一首歌，然后咱敢若吟第1节，今日咱敢若吟第1节。有主伫坟墓内，耶稣我救主，伊有对遐出来，耶稣我主，伊有搁我，伊有搁我对望去，我关联甲也对地。我卡呀，我
利路亚！上帝已经互阮的主耶稣基督对死过活，耶稣已经受抹油，设立真侪世间人的救主基督。愿这个过活的主进入伫阮的生命，进入伫永福教会，进入伫台湾的社会甲新的国家。互阮真正用过活的生命伫咧看所有的代志。阮的人生有时真郁卒，阮的人生有时拄着亲像黑暗的死实临到阮伫咧攻击。总是阮要有坚定的信仰，阮要有过活再起的人生，然后恳求这个过活的主牵阮的手直直行，行往未来更较阳光的日子。是啦，阮的人生有时有流目屎、夜睛子的苦痛，总是阮要享受将来有一日，阮要欢喜受过苦难了后所压落的种子，到尾会大长开花结籽。上帝啊，愿你家己修成阮生命的好处。今仔日伫这个过活的早起，阮逐个人三甲来直接要敬拜圣神上帝进入因带葡萄，所有的人伫你的面前敬虔俄乐的声，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领着爱俄罗亚和我，因为一起关基督。领着爱俄罗亚和我，因为一起跳。领着爱俄罗亚和我，因为爱俄罗亚和我，因为一起关基督。领着爱俄罗亚和我，因为一起跳。领着爱俄罗亚和我，因为耶和华的慈爱。领着爱俄罗亚和我，全光乐意，乐乐乐。大家平安，今天是主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今天来庆祝主的活。那我要邀请你来跟你身边的人请安，但是不是你最熟悉的，通常坐在你边边都是你很熟的，对不对？每个礼拜他都坐在你旁边，所以你今天要跟那个你好像没有看过他，他好像常常在8楼，或者是他常常都是在3楼，好吧？你来跟你很陌生的人，你跟他找5个人来跟他，给他一个温暖的请安。来，我们来彼此请安。不熟的哦，不熟的哦，很陌生的哦。等一下，你可以坐着，等一下你也可以站着，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
让我们用我们的手，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从头再一次来唱一次这首诗歌。恁就爱俄罗耶和华，恁就爱俄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恁就爱俄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恁就爱俄罗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恁就爱俄罗耶和华，全国俄罗伊。俄勒俄勒。爱俄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你就爱俄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你就爱俄罗耶和华，伊有永远的主爱。你就爱俄罗耶和华，全国俄罗伊。我们一起举起手，俄勒俄勒。俄勒。万
主啊，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流宝血洗清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新造的人。主啊，你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主啊，你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主啊，只有你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和尊崇。主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全能真神。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直到永远。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用台语，你可以用华语，用你习惯的语言，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坐在宝座上，圣洁悠扬，我们的敬拜现在尽在你高永爱，只有你是最的圣洁。就圣洁悠扬，我们的敬拜所罗尊贵的要珍惜，荣归给你的高永爱，万王之王。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我愿
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但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忘记要依靠神？我们真的有在每一天的大事，或者是很琐碎的小事，我们真的有先来寻求神的帮助吗？求神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主啊，你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要再对你隐藏，主啊，我们真的能够在今天的礼拜当中，主啊，你的神、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爱中，我们再一次的得着自由跟释放。主啊，有些事情我觉得好难哦，但是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再次的跟你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主啊，不是靠着我自己，不是我自己是我的生命的主宰，而是主啊，你就是我的主。主啊，你是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的主。主啊，你是永福教会的主。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自己来跟神祷告，我们自己来跟神说，主啊，在今天的礼拜当中，让我遇见你。主啊，我需要你的爱。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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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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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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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会众请起立。是啊，你的较赢伫倒落？是啊，你的厉害伫倒落？总是感谢上帝，以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较赢。这是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标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隐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骨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犹原徛咧咱三角额头来祈祷。满有怜悯慈爱的天父，我们谦卑诚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平安恩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敬拜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要感谢你，没有离弃我们，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众人的罪，走向哥哥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靠主的圣名得救，过着圣洁的生活，并且得到平安喜乐。主耶稣的复活带来全新的盼望，带领我们发现上帝的新创造，成为我们更新力量的泉源。我们也要恳求你加添力量，使我们时常反省，坚信真理胜过骄傲自尊，学习在主的恩典里面活得更加丰盛。今日的礼拜全然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献诗由华语堂的兄弟姊妹，他们所要献唱的歌曲是《从亘古到永远》。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
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要成就。你行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止境。为你是人生，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人生，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这是咱三甲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22节，30节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22节，30节到31节。我用台语汉语版来读。独独玛利亚徛伫门外伫啼哭，哭的时，压落看门内，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坐伫耶稣的身躯所捌安置的所在，一个一头，一个一骹。13节，因就甲伊讲：妇人人啊，啥事哭？因伊讲：因为人将我的主移去，我毋知下伊伫什么所在。已经讲这个话，就翻身往后面，看见耶稣伫徛，也毋知伊是耶稣。15节，耶稣甲伊讲：妇人人啊，啥事啼哭？你找治罪。玛利亚拍算伊是顾远的，就甲伊讲：头家啊，你有跟伊去，请甲我讲，下伊伫什么所在，我就去收伊。耶稣甲伊讲：玛利亚，伊就活倒转身，用希伯来话甲伊讲：拿破尼，意思就是先师。17节，耶稣甲伊讲：莫得问我，因为我还未上去见爸，恁着去找我的兄弟，甲因讲，我上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18节，莫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我已经看见主。佮讲主用这个话甲伊讲。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伫
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20节，已经讲这个话，就用手甲协下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22节，已经讲这个话，就对因分开，讲：恁是有圣神。30节，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有行做新业，无记伫即本册的，独记这个，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以上愿上帝赐福，听透伊的话，阁去行的人。这是咱来念本周的金句。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2节，大声咱用华语，咱做伙来读。耶稣，愿你们平安。父怎样，会照样差遣你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咱台语嘛来读一遍。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就分开讲，恁受圣神。这是学乐，今仔日咱有圣歌队甲云雀美声合唱团以及咱的青少年团体来联合诗班。因今仔日要学乐的是国外节的清唱曲，歌名是《国外的故事》。咱由廖永祥长老来指挥，潘玉婷姐妹来伴奏，还有咱刘奋达弟兄来甲咱做旁白。请咱兄弟共同甲联合诗班来用心来庆祝主耶稣的国话。
过偌济，是一位君王的故事。但是这位君王的外表甲机智，甲别个君王完全无相同。世间上大部分的王，拢是身穿风袍，真好额阁奢华。因挑工穿甲一般百姓无共款的衫，但是这位君王却是颠倒变。伊脱掉天地的王袍，用咱人的肉体甲血做伊的衫来穿。伊亲像善者人穿真简单的衫，安尼伊就会当真正了解善者人的感受。伊无王强，无冕旒，无金钱，嘛无权势，总是当卑微的人看到伊的仁慈甲伟大，因就敬挺伊。佮欢喜学落伊，请伊做因的大君王。过偌济是一个疼的故事，请看伊伫遐，迄位超越一切的上帝，在显现伊的庄严。伊牺牲的大疼痛，伊极完全的大智慧，伊极大掌管的权柄，但拢要连结做一伙，而且要完成一项大代志，就是要爱互咱甲伊永远成做一体。请看伊的一生，请看伊的死，请听伊临终前喘气得讲的话。伊疼咱，伊所做的一切一再说明。这位受苦的救主，用伊的一切来疼咱。
搁偌济是一个关于活命的故事。若是无创造者活命的水泉充满伫咱的生命，咱的存在就只不过是一个肉体，人生短搁空虚。当咱的肉体死的时，咱一切愿望也无去咯。总是伫上帝听的内面，迄个活命的君王为着咱来死。但这个美妙无限、无受到限制的上帝的活命，就是咱的活命。咱踮伫伊的内面来活，是深沉，是完全，是满足，是对咱今仔日到将来永远的活命。我在我的
过活节是一个神秘奥妙的故事。真侪咱本身的问题，到当犹原无法度得到答案，但是咱会当看见耶稣所有上帝要完成的代志，拢透过耶稣基督完成了。在伊身上，上帝一切的应允拢得到实现。在伊的身上，咱会当享受到上帝丰盛的智慧，以及伊的智性、伊的阳光，甲伊的大疼痛。
讲道王进财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复活的基督与再生的永福教会。咱将以下时间交予王牧师。大家复活节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你真正心内有平安吗？你的心里真的有平安吗？伫人生不管你拄到什么代志，你真正会当有平安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心里真的有平安吗？伫复活节的时，咱常常用鸡卵伫咧代表这个节期。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经常用鸡蛋来代表这个节期。因为伫鸡卵迄个壳包的内面有生命，因为在鸡蛋那个壳包的里面有生命，只要迄个生命存在，有一日，伊会突破外口的迄个壳，然后变做一个新生命成长。只要那个鸡蛋里面壳的生命存在的时候，有一天它就会突破那个壳，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也咧表示耶稣突破迄个梦的限界。这表示耶稣突破那个坟墓的一个界限。伫复活节的时，咱也佫看到另外一个象征，叫做百合花，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象征，就是百合花，还是喇叭花。或是喇叭花。这个伫咧讲起纯洁，这个在代表着是一个纯洁，嘛伫咧对人讲，你着去保养，亲像这个百合花。也是在向人说，你要去向外传扬，就像这个百合花。所以，复活节有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你的生命通过耶稣要突破所有的限界。复活节代表一个是你的生命要突破你生命的限界。当你经验这个新的活命了后，你就要向人去传播。当你经历过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要向人去传扬。今仔日读的圣经讲，玛利亚伫耶稣的墓前，踮在天哭。今天读的圣经节告诉我们说，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在哭泣。无论你行到全世界什么所在，只要伫墓地，人拢伫墓地在哭。无论你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人在墓地的时候，他们都在哭。因为伫墓地，人拄到的是死实，因为在坟墓，人遇到的是生命的结束，是隔离，是隔离，是绝望，是绝望，是一切拢无了了啦是。一切都已经没有了。特别耶稣是死伫十字架顶，特别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伊是互人判死刑钉伫遐。他是被人判死刑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一个失败者，耶稣是一个失败者，伊彻底失败了，有啥物通好学乐？他彻底的失败了，有什么好赞美的？为着安尼，玛利亚伫遐在哭。为了这样子，玛利亚在那边哭泣。伊毋但干那为着耶稣的死在哭，他不仅为耶稣的死在哭，竟然死了后，伊去墓里要看耶稣的身尸，既然他死了，他到耶稣的坟墓里要去找耶稣的尸体，竟然身尸无去了。既然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身尸无去，迄是偌大的代志。尸体不见了，那是多大的事情？有一摆伫国外的新闻看见一个消息，有一次在国外看见一个新闻，一个囝儿抱着一个责任对温哥华摕伊的四大人的骨灰爱转来台湾。有一个儿子他在国外温哥华带着他亲人的一个骨灰要回到台湾，因为包甲真舒适，因为包得很好，转来到机场，转来到台北的机场，入去便所搁出来，回到机场到了厕所再出来的时候，无拍算，迄个骨灰无去了。发现那个骨灰居然不见了。你知影这是家族偌大的代志你？知道这是家族当中多么大的事情？伊的长辈迄个骨灰无去了。他们的长辈的骨灰不见了。玛利亚搁跪伫遐咧哭，因为伊的先生耶稣的身尸无去了。耶稣跪在坟墓外面，在那边哭泣，因为他的老师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因为伫你的人生有偌侪啼哭的机会，各位，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哭泣的机会？人会哭，因为你惊吓；人会哭，因为他心里人会哭，因为你有失落；人会哭，是因为他有失落；人会哭，因为咱面对生死隔离的痛苦。人会哭，是因为人经历生死的一个隔离的一个痛苦。天使问玛利亚讲：“你为什么啼哭？”天使问耶稣说：“妇人，你为什么哭泣呢？”无拍算，迄个负责人回头的时，看到另外一个，搁甲伊讲话。
那个妇人她转过头，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对她说话。迄是耶稣佫出开嘴对伊讲：妇人人，你为什么在哭？那是复活的耶稣对她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泣？你在找啥人啊？你在找谁啊？”你为无拍算，迄个玛利亚甲迄个青婚人讲：我在哭，因为毋知啥人甲我的先生的尸体搬去了。玛利亚对那个陌生人说：“我在哭，是因为不晓得谁把我的老师的尸体给偷走了。”无拍算讲话对象话伊讲玛利亚，那个对他讲话的对象转身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听到这是熟悉的声，玛利亚听见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普通时耶稣咧叫我的这声。是平常时耶稣对我叫的声音。然后伊就发觉，这个竟然是耶稣徛伫我遮。然后他就惊觉，原来是耶稣站在他的身就用边。希伯来话讲列布尼，就用希伯来话说：“拉波尼，老师啊，老师啊。”认为这变做一个真奇妙复活节的故事。这成为一个非常奇妙复活节的故事。耶稣的墓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真侪宗教伫咧讲，因的教主的墓内面堆什么人，很多的一个宗教，他们在讲他们的教主的坟墓里面装的是谁，甚至伫咧迎接因的教主的迄个骨头。甚至在迎接他们教主的一个骨头。因为全世界咧轰动讲，啥人的骨头来到伫阮遮啦？因为全世界都在轰动，说谁的教中的教主的骨头来到他们的当中，在那边敬拜。但是咧，咱的耶稣的骨墓的内面是空的。但是我们耶稣的坟墓，他的坟墓里面是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对死过活。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咱的上帝予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行完伊人生的任务了后，对死过活。我们的上帝使他的独生子走完他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了。玛利亚前伫遐跪，坐伫墓前，跪伫墓前，伫咧哭，因为伊看，伊想伊的主死了。玛利亚在坟墓面前在那边啼哭，因为她心里想：我的主耶稣，我的老师已经死了。现在拄到的是，伊的老师已经对死过活了。现在他遇到他的老师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心境是完全的反转。这个心境是完全的一个转换。现在看到这个国活主是欢喜跳跳。现在看到这个复活的主，他的心里雀跃。这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过去是一个有罪的人。过去是一个有罪的人。过去互社会甲隔离排斥看无。过去让这个社会把他排斥隔离看轻。但是这个伊对耶稣甲耶稣亲近了后，伊怎紧紧跟随直到耶稣死。从他跟从耶稣之后，他就紧紧的跟随着耶稣，跟他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到最后，伊第一个看到耶稣对死过活。到最后，他成为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人。伊看到墓是空的，他看见坟墓是空的。伊看到耶稣已经无心思，变做一个活活的主。他看见耶稣的尸体已经没有了，成为一个复活的主。因为我唔知你的人生这句是处在什么款的状况。各位，我不晓得你现在人生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的人生这句是面对着黑暗死亡的阶段。你现在的生命是遇见黑暗生命的死亡吗？然后面对迄个黑暗，你伫遐咧坐伫遐咧啼哭吗？你面对那个死亡，在那边黑暗，在那边哭泣吗？还是你已经是一个拄着国外的主，你的人生不管是伫什么款的状况，你会当抱着希望、快乐，然后面对你所有新的情景。还是你的生命现在已经遇见了主，不论你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的时候，你仍然都有盼望、有喜乐。人拄着代志有真多的面向。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然后看你要看到一项是好是就看你要歹。看哪一个方面是好或是坏。我望咱会当常常伫信仰的内面得到这款的应允。我希望我们常常能够在这个信仰里面看到这个应允。凡事豆豆来，凡事慢慢来，要互上帝的人，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要让爱上帝的人得着益处。凡事豆豆来，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凡事慢慢来，要让爱上帝的人得着益处。等于玛利亚甲知影讲，这个是耶稣对死过活，亲像以前所讲的。当玛利亚知道这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像他以前所说的，过活的主对玛利亚讲：
复活的主对玛利亚说你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使命，去找我的兄弟，去找我的弟兄，甲因讲，告诉他们，我要去见我的爸，我要去见我的父亲，嘛是恁的爸；也是你们的父亲；我要去见我的上帝，嘛是恁的上帝我。要去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玛利亚，你这句都要紧去找我遐兄弟。玛利亚，你现在要赶快去找我那些弟兄们。玛利亚即时就撞去了。玛利亚立刻就奔跑去找他的兄弟们。玛利亚开始去找到耶稣的学生，玛利亚找到耶稣的学生，甲因讲：我已经看到国外的耶稣啦。对他们说：“我已经看见复活的主了。伊要去墓地的时是忧愁，”他要去墓地的时候，他心里是忧愁的。现在伊活转心要甲人讲是欢喜。现在他转过身来，要告诉别人是一个喜伊悦。变做一个新生命的见证者。他变成一个新生命的一个见证者伊。家己本身要见证这个国外的耶稣，伊家己本身的生命完了开始产生转变。他要见证这个复活的主，他的生命也开始产生了一个转变。因为伫咱苦难的人生的过程，各位，在我们苦难的人生过程当中，你需要这个国外的耶稣。你需要这位复活的主。伫一局的中间，你若敢若是拍倒输啦，在这一局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好像输了，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上帝伫背后为着你开的路比头前可能更较水。上帝在背后为你所开的路，可能比前面还要好。拄着国外的主，遇到复活的主，你的人生的改变，你的人生会改变，你的人生的观念的改变。你人生的观念会改变。玛利亚已经改变玛了。利亚已经改变了。伊去甲伊的学生，伊去甲耶稣的学生讲，他去跟耶稣的学生说，耶稣的学生的生命嘛改变。耶稣学生的生命也改变了。遐个学生完了开始到处报扬，唔惊死。耶稣的学生也开始到处去传扬福音，不怕死。因为基督教到今仔日2000年，基督教到今天2000年，对一个耶稣，从一个耶稣互人钉死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伊的一个学生犹大佫自杀，他的一个学生犹大又自杀，剩11个。剩下11个。照看罗马帝国，佫用帝国的力量要掠这11个。罗马帝国又用他们的势力要来抓这11个学生。照看耶稣的势力拢无起来受消灭。照这个看，耶稣的势力应该是会被消灭的。啥事2000年后的今仔日，为什么2000年后的今天，耶稣的信仰传到全世界，佫改变全世界。耶稣的信仰传到全世界，而且改变了全世界。所有的世界若接受耶稣的，所有的世界只要接受耶稣的，不管你的过去的历史怎样苦难，不管过去他的历史是多么的苦怎样难，送向的国家，多么的一个贫穷，全世界即马第一流的国家拢是接受耶稣做现在世界救主的。上第一流的国家都是信奉主耶稣的。是安怎？侪人拢是感觉讲信耶稣的基督徒，感觉较高尚一寡。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信基督教的信徒们都比较高尚一点？一个受定死的耶稣，一个受定死的耶稣，咱今仔日毋是伫咧传迄个受定死的耶稣，我们今天在传的不是那位被定死的耶今日咱稣，咧传的是耶稣已经对死过啊。我们今天传的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咱讲哈利路亚，我们说哈利路亚，咱斗阵来讲哈利路亚，好唔好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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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对死过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佫对因讲一项，耶稣又对他们说，是伫礼拜日的暗时，是在礼拜天的晚上，因门拢关呢。他们的门都关着。伫关呢时，耶稣突然出现伫因中在间。门关着的时候，耶稣突然出现在他安尼，们的当佫互咱中。一个真要紧的信息。这又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人活地的时是靠伊的肉体活的，人活着的时候是靠着他的肉体活着，但是死过活的生命无相像。但死又复活的生命不一样。死过活的生命变做灵魂，死又复活的生命成为灵魂。人的厝关呢，人的房子关着，耶稣竟然怎穿透入来到伫因的中耶间，稣居然穿透那个墙壁来到他们的中人的灵间。魂会当自由来来去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的来来去无去，受限制。没有受限制。耶稣这个死过活的形体入来到伫因的中间，对耶因讲：稣这死又复活的灵体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恁平安，：“愿你们平安。亲像爸找我，我嘛安尼找恁。”
正如父亲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来差遣你们。然后就对因喷一口气，然后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对因讲：恁领受圣神吧。对他们说：你们领受圣灵吧。耶稣国外的主拄着这群的学生讲两句话：复活的主遇到这群学生，对他们说了2句话：愿恁平安。愿你们平安。咱这句话三角来讲一下，好无？对你边的人讲：互相来愿你平安，对旁边的人跟他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对遐开始，所有的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基督徒若拄着人，唔是问讲你食饱未？基督徒遇到的人不是问他说你吃饱了吗？基督徒拄着人是讲愿你平安。基督徒遇到的人是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咱的卫民国馆长嘛，真后对咱讲平安哦，平安哦。我们的魏县长以前常常跟我们说平安平安。因为这个是一个转变，各位，这是一种转变。这个转变，互一个苦难惊吓的世界开始伫平安的应允的下面，心情怎啊直直平静落来。这个转变让人在一个苦难不安的一个环境里面，开始走向平安。什么人需要平安？谁需要平安？人生拄着大苦难的人，你需要平安。人生遇到大苦难的人，你需要平安。你的问题可能即摆也伫地，你的问题现在可能还存在但是着，上帝要互你这平安。但是上帝要给你平安你。即摆来听牧师，这真矛盾、真困难，你唔，但是有一个你真正会经验到。现在你在听，也许会觉得非常的矛盾，但是有一天你会惊艳到。你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心若静落来了，足侪代志有可能会改变。你在那个困境当中，当你的心平静下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改变。你处理代志的态度可能改变，你处理事情的态度会改变，因为你的思想嘛改变，因为你的思想改变，你人生的真侪态度受改变。你人生的很多的态度受改思变。想改变，态度改变，然后真侪应对的人，可能迄个环境嘛开始改变。思想改变，行动改变，很多的环节就会跟着一起来改变。愿上帝伫咱的中间，愿上帝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对咱讲愿你平安。继续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要甲这个平安赏赐你。主耶稣要将这个平安赏赐给你们。主耶稣做第二个空气，就是对因在场的人，搁喷一口气。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向在场的所有人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创世纪讲上帝喷一口气，遐土怎变做有灵的活人？创世纪说，上帝吹了一口气，那些土就成为有活有生命的人。就有一日，咱这个嘛归伫土，各位，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也要归于尘土，但是上帝甲咱喷的迄口气，迄个灵魂永远袂死。但是上帝所向我们吹的那一口气，灵魂永远不灭。但咱即句需要的是，咱内面迄个灵真正爱活起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灵要活起来。真侪人伊的灵魂差不多消失去，伊无魂啦，有魂现在无体。很多人是他的灵魂已经不在了，无体有魂无体。咱需要迄个内面迄个忧伤打碎的灵，搁一摆领受耶稣喷这口气。现在我们要将我们心里面那个忧伤枯竭的灵魂，能够得到耶稣的这一口气。愿恁领受平安，愿你们领受平安，愿恁领受圣神。愿你们领受圣灵。亲像爸找我，我嘛找恁去。就像父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去。因为咱正做一个受差遣的人。各位，我们成为一个受差遣的人。什么人会当受差遣？什么人可以受差遣？你受重视啦，你被重视了。你有爸母重视，爸母才用你。你被父母重视了，父母才用你。你有国家重视，国家才交付你，就当担。你被国家重视了，国家就交付你重责。因为上帝将这个责任交代你。各位，上帝将这个责任交代给你。因为上帝开始看你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上帝开始看你一个有价值的人，就去正做一个宣扬的人，要去成为一个宣扬的人，亲像百合花，成为一个百合花，亲像喇叭花，就像喇叭花，开始对人亲像对这个圣歌队吟遐尼好的诗歌，对人吟唱哈利路亚，主个话，就像圣歌队那样，开始对人吟唱哈利路亚，传扬福音。哈利路亚，我信主了，我的生命改变。哈利路亚！我信主之后，我的生命得着改变。咱正做一个有物件甲人分享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人。
但伫迄个暗时，耶稣对因讲：“愿恁平安。在那个晚上，耶稣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欢喜领受这个平安？你们愿意领受这平安吗？你欢喜领受耶稣要予你的平安吗？你愿意领受耶稣给你的平安吗？那爱，我要邀请你三甲来，如果要的，我这时候要邀请你一起来，三甲来做一个宣扬的使者，成为一个宣扬的使者。三甲来领受耶稣嘛要对你讲，这个遮有一个宴席，耶稣在这边有一个宴席，伊要邀请你来。他要邀请你一起来。耶稣要离开，伊拜五互人定死，拜四暗，伊甲伊的学生食道。耶稣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礼拜四晚上他跟他的学生一起吃宴席。伊要用定死前，伊家己的时间拢互伊的学生。他要被钉死之前，他把他的时间都给他的学伊甲生。这些学生食饭，他跟这些学生一起吃饭，叫做最后的晚餐。称为最后的晚食餐。饭了，佮甲因洗骹。吃完饭之后，帮他们洗脚。耶稣毋是亲像一般的教主，坐伫悬悬咧，互人拜。耶稣不像一般的教主坐在高处让人来敬奉，耶稣乃是上帝独生囝，伊跪落去，伫咧甲伊的学生一个一个洗骹。耶稣乃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蹲下来为他的学生一个一个洗脚。咱这现在有迄个公务人员伫咱遮。现在我们这里有公务人员在我们当中。这现在台湾的公务人员已经受改变，一个讲，这个公务人员叫做公仆，正人现在的的萝卜。公务人员已经被改变，他们已经成为众人的公仆。我要甲恁讲一项事，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我要甲情，咱正人讲一项事我。要跟众人说一件事公情。仆这个概念是耶稣互咱。公仆这个概念是耶稣给我们的。耶稣2000年前就对伊的学生讲：耶稣2000年前就对他你的学生什么人若要说：做大，你们谁要做大，恁就要屈家甲人洗骹；你们就要屈膝为人来洗脚。要做大官的，要做大官的，恁就要做正人的萝卜。你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会早起伫县政府头前伫遐咧做朝阳礼拜。牧师早上在县政府做朝阳礼拜、复活节，我甲一个市民代表讲一项事，向一个市民代表讲一件事情。咱常常拢伫咧休礼拜日。我们常常都在休息礼拜天。伫我细汉的时，礼拜日头伫咧休困。在牧师小时候，礼拜天哪有在休息？所有的工人拢嘛做甲迄个拼甲毋知影人透咧，礼拜日都爱休困。工人在礼拜天还是一样要工作，没有休息。但是自从一个国家慢慢受到基督教影响了后，礼拜日拢爱休困。当一个国家开始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的时候，他的礼拜天都要休息。是安怎礼拜日休困？为什么礼拜天要休息？因为礼拜日是耶稣死过活的日。因为礼拜天是耶稣死又复活的日子。耶稣死过活迄日，逐个人全世界拢休困。耶稣死又复活的日子，全世界大家都要休息。过去细汉的时，咱的腊日拢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过来咧。礼拜拢刻伫上后壁。过去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的日历都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把礼拜天放在最后一天。但是开始受基督教影响了，迄个礼拜日拢摕来第一日。但开始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之后，礼拜天都放为第一天。你看你的手表，你看你的手机，所有的腊日，礼拜日对上刷尾一日刷来伫第一日。你看看你的手表、你的手机、你的月历，所有的礼拜天都挪到第一天。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经伫遮讲，耶稣伫7日的第一日死过活。因为圣经说，耶稣在7日的第一日死又复活。耶稣改变世界的历史。耶稣改变世界的历史。死过活的耶稣，互这个世界带来新的一个形象。死又复活的耶稣为这世界带来新的形象。每一个生命伫遮得到休困，真正安息伫主的面前。每一个生命来到主面前得着安息。伊是基督，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是上帝的儿子。你信吗？你们信吗？伊要改变，要丰富你的生命，你要信吗？他要改变、丰富你生命，你信吗？假使你若较无即个今仔日即个平安甲新的活命临到伫你，如果你渴慕这个平安、新的生命临到你，我要邀请你3到5分伫今仔日的圣餐，我要邀请你今天有份于今天的圣因为餐，这是耶稣为着疼世间人，互咱上大的礼物。因为这是耶稣为了爱世上的人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咱3甲来吟一首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
102首。谢谢。请咱起立。哈利路亚，有个我，咱的主做梦过去，以太阳是新的关系，地上无限多欢喜。哈利路亚，有个我，咱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有个我，因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有个我。真济，主上帝，阮满心感谢，真正听阮世间人听到即落款，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阮，做阮性命的赎回祭。当阮定定拢伫咧讲，求主赦免阮的罪。真侪人伫咧踢笑讲，若要看罪人，就要去基督教会去看，因为每一个人逐工拢伫咧讲，因是罪人。是啦，上帝啊，恳求你怜悯阮，怜悯阮有罪的人。阮有罪，因为阮无法度通逐日的生活活甲亲像上帝对阮的期待。阮有罪，因为阮常常做阮无爱去做的。阮所爱的，阮嘛做袂到。阮定定离迄个目标，离迄个期待，离上帝目睭中所爱看的离太远。所以上帝啊，阮真正阮有罪啦。但即个罪，感谢伫耶稣基督替阮钉十字架，所有的罪拢归伫伊一个，替阮担去，互阮有机会伫罪的中间无搁受着束缚。然后，阮得到头棒，耶稣互阮有机会成做一个过来、重新过来、自由的新生命。愿主帮助阮，逐摆伫咧收圣餐的时，阮拢伫咧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提起阮的罪，赏赐阮新活命的机会。当伫过活的日，阮要甲主同坐倒，愿主的神点伫阮，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即个时，咱过来吟一首的歌，88首。主受定的时，你有伫遐无？请咱起立。主受定。
种迄时，自卖种迄时，你有伫也无？自卖种迄时，你有伫也出亡国外，出亡国外，出亡国外，你有伫也无？我为耶稣大声望。请坐。这个时，我要邀请今仔伫主的名来洗礼的人，拢有份伫这个耶稣圣餐的道。这个时，我嘛要邀请你若较无这个耶稣的新生命，耶稣的恩典，上帝的疼临到伫你，你需要这个恩典，你较无凭着信心，请你来。狩猎迄暝，耶稣摕饼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的身躯，为着咱众人的罪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侍奉的同工。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用祈祷甲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对你讲：我听你，我要听你到落尾。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带着信心，较无要亲像
耶稣讲，上帝国亲像啥？上帝国亲像上帝国的主人伫天顶为着咱备办大宴席，伊一波搁一波对人发出邀请。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有人接受，有人拒绝。后来，迄个稻窑村，主人讲去啊，去到街头巷尾，强迫人入来，只要人若肯，只要人若肯，只要人肯接受上帝国的恩典，较无即个新生命。因拢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家，有份伫即个天国的宴席。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咱今仔日伫遮受即个圣餐，就是伫咧食耶稣活命的饼。你用感恩，用认罪，然后伊要担起你一切罪，互你有重新再来的机会。人拢软正，咱常常拢活伫苦啊！我会做人，我所以爱的好，我袂当做；我所无爱的歹，我却常常去做。爸啊，求你伫你的囝耶稣基督的国临到的时纪念我，互我有机会甲伊三角享受上帝国的恩典。耶稣讲：“我伫门外拍门，啥人若欢喜开伊的心门迎一个。”耶稣讲：“我要入去，甲伊食，伊嘛甲我食。”阮望永福教会是一个对外宣扬的教会，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人开放的教会，因为咱是对耶稣领受，这个是信仰。毋知有啥物人是要领受无得到无？用感恩来领受主的恩典。食了后，耶稣搁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新的契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用伊的血所设立新的约。咱要感谢，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啊，你竟然听到为着阮流出你的宝血，死伫十字架顶。伊为着咱死，毋望你为着你的家来活。伊为着咱死，毋望你为着台湾的社会来活。毋惊受苦，只有毋望真理会当通过咱来兑现，互这个社会充满搁较清气，互这个社会充满搁较侪的温暖。听，
甲十字架，十字架的疼，受苦的疼。十字架的疼，就是为着真理欢喜做见证的疼。十字架的疼，就是要展现天顶的造物主上帝，伊用无条件的疼，伫咧疼世间人的疼。人的疼，常常是有条件的。囝若考试无好势，讲袂听，佫直直考袂好，父母就开始对这个囝有真侪无同款的看法。为着你会做死的耶稣，教咱一项，若奇怪的囝，你就爱若听伊，用哪做忍耐来吞忍伊。继续直直对伊讲期待的话，有一日，伊若嚣悟起来，有一日伊感受到父母的疼，无放弃的疼，这个囝，亲像浪子回头了后，迄个生命力的爆发，不可限量。基督的疼，等待的疼，常常伫电视看到一个广告，留一拍顶，互也袂转来的人，这就是基督的疼，永远无要对任何人关门。耶稣啊，你哪会遐尼疼阮？哦，明白啦，原来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原来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可能这个宝贝仔囝，上帝看做宝贝仔囝，有时会放荡。父母眼中看为宝贝的儿女，可能也会偏行己路，可能也会误解，甚至还仍旧在误解父母当中。但是上帝的爱，十字架上的爱，就亲像这个最后的晚餐，犹大要卖耶稣，耶稣也搁甲伊食饭；犹大要卖耶稣，耶稣也搁甲伊洗骹，没有条件的爱。这个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为着咱设立的。啉这个杯，伊要丰富你的生命；啉这个杯，咱甲上帝建立一个爸囝的关系。三甲来领受。三甲来感谢基督。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来培养阮灵魂真的食面，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机体的一个，是受祝福的信徒。
也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会通荣耀你的名。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即是咱三角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即时介绍甲报告，咱请王牧师。欢迎咱遮的云雀的朋友徛起来好无？咱甲遮云雀拍一个鼓咧，多谢云雀今仔日3到5分钟，今仔日搁一个献诗，谢谢你们，上帝祝福你，愿平安，甲恁3个同在。咱OK， 伫咱的中间，今仔日几若个新的朋友吼，三荣吴三荣，走啊吗 ？OK， 三荣来，阮永和教会这个家庭欢迎你哦吼，三荣呀，新的朋友吼，呀，上帝祝福，过来。这个淑芬的秀文这妈妈林秀珠这妈妈林妈妈沈妈妈呀来看查某囝吼过来金丁姐林霞老姊妹来这妈妈你伫倒位 ？OK， 已经先离开，好，咱欢迎啊吼。李中弟兄，你伫倒位 ？OK， 上帝祝福你。丽芬姐，柯丽芬姐，你伫倒位 ？OK，
好，祝福你哦，吼！上帝祝福你，愿你平安。哎，无啊吗？来，咱真要紧的朋友，为民国馆长，伫咱的中间。感谢主，这做久久的朋友吼，过去来拢来做几分钟啊，都爱走。啊，即摆无做馆长，即摆去受托，去咧管理咱逐日的生活拢甲伊有关系。你伫咧啉的水，即摆全国咧啉的水拢伊咧管，所以迄个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伫咧管全国。所以咱搁一摆愿上帝祝福，实在是一个有心的青年人愿上帝真正保守你智慧继续听台湾无落志。有时候关一扇门，到尾还佫开另外一扇门吼，所以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真紧讲几项。咱奉献的证明，请咱到办公室去。后礼拜是为着传道部甲新安宫纪念组织的奉献。我想后礼拜咱就接受新安宫，到时传道部咱再寄一条钱过就好，安尼好无？所以后礼拜奉献录敢若去新安宫就好。咱要5月初4要开小会请小员第一节的事。咱的文用长老的妈妈伫28下晡要伫咱遮举行告别式请咱代祷这样事。这个时要为着俊安甲凯琳的 baby 来祝祷来请恁对头前来。我原来生3个囝，我会晓抱孙。俊安是泰国人，伫泰国伫咧做旅游，所以咱啥物人若要泰国旅游，你联络我，我趁30%就好。所以咱真多谢俊安带着咱台湾查某囡仔。听讲迄个异国联婚生的囝会较聪明吼，凯琳可能一段时间也佫会需要佫伫台湾来去，得到即个 baby 水当当疫情，咱三个来祈祷，求恩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婚姻对你来开始，婚姻对你来祝福，当俊安、依琳。两个伫台湾相拄，然后伫遮三甲决意，伊嘛伫即间教会结婚，伫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但即个时有得到你的疼，想是因两个人虽然遥远，总是两个人三甲牵手起造，充满疼的家庭甲婚姻。你已经互因一个细囝以前，亲像约瑟、玛利亚陪耶稣。去到伫圣殿，要得到上帝祝福一般。以前阮将伊献互你，以前是上帝的囝。愿主施恩赐福，伫即对的青年，因的健康、因的家庭、因的经济、因的事业、因的同心合意，三甲养饲即个囝，伫信仰、伫疼人、伫人格、伫各方面，上帝。你拢做因的主，因带头前一步搁一步，愿同心祈祷祝福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甲因拍一个扑克来好吗？好，这是咱来吟圣诗97首，救主伫坟墓内。
救主伫坟墓内，耶稣我救主，伊有对遐出来，耶稣我主。主搁话对望起，大官人较赢对敌价值。主搁话较赢黑暗死实权势，甲圣徒徛起天国座位永济。主搁话，哈利路亚！主搁话，咱吟第1节就好。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哈利路亚！咱的主耶稣已经对死个话，诚侪咱的主，咱的救主。但愿施恩的上帝踮伫你，三位一体上帝因带你，互咱诚侪一个见证、宣扬、报好消息的人。三位一体上帝固守你的工，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请坐，愿你平安，上帝祝福你。退休的孩子没有介绍到，没有写单子，退休的公主那个圣元秦圣元我们欢迎你退休呀，歹势假设无对，总是心内拢感恩。